航转爱州。常常夜天晚上晨运，也多给山老林，供出台湾特有山茶种。人讲种田嘅人脚带有皮，做山茶两年唔是落皮，等爬过1000公尺落松树头，树带就有山茶。山茶班你3千茶，强树采茶，寥寥嘅发酵唔是超强。等呢头政府拍照调理生态茶嘅野性，野种野生系了山茶嘅命带，真正就系挨了条后生人嘅条路。这里是高雄市六龟区的山茶园，刚结束11月冬茶采摘，现在茶园正处于休息期。春茶采摘要等到年后的2月中，但茶园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像是巡园看茶树的状况、病虫害的管理，以及评估下一次采摘的时间。要细哦，好啊，这头较松啊，会使哦，系啊。OK。哇，这张就翘起来了。这应几啊档啊？哦，这应该是天牛啊？天牛吗？应该天。看笋之类。看有空无？有啦，这有空啊。系啊，这安尼看。伊就是早期天牛了，伊伫遐围海落，因无度处理，无度处理时，食甲筋部落吼，伊迄有毒菌啊。应该是寄生伫迄个树头。别树头。制茶经验已经将近40年的刘文华，是早期第一批在六龟的制茶师，全心投入山茶馆的经营与钻研制茶备茶的技术。69年回来的时候，到78年我才开始这次山茶。起先山茶我认为是阿萨姆嘛，结果不是，它是强木。阿萨姆它是属于灌木。我儿子回来之后，他专攻研究山茶，我发现到山茶它是生根型的强木啊，它病虫害防御能力很强，所以你就不用刻意给它打药。所以我们就发之后，我们是实施自然农法。尽管原生种台湾山茶树抗病性强，但由于不使用农药，采自然野放的种植方式，仍多少有病虫害的问题。糖食甲介用的，这应该是天鹅，天鹅的幼虫来食的。对啊。1982年出生的刘世甫是客家第2代，也是山茶馆目前的主要经营者。跟很多的农2代一样，虽然小时候会在爸爸旁边帮忙，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接棒家里的事业。会回来的原因最主要是刚好那一年我也在那个服兵役嘛，那我刚好是在那个航空部里面，所以那时候我们88水灾的时候，我们单位是属于救援的单位。那时候其实我接到消息，竟然是我自己雇上六龟是我们救灾的重点。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心情很杂，也很乱这样子。然后在上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家乡是完全都已经跟我之前知道的一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爸爸，其实在这个时段，其实是应该是说整个工作是停摆的状态，因为也没有采收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政府单位有进来辅导他，然后他有讲一些课跟原住民上课这样子。然后最主要是想说回来看能帮父亲在产业的部分能不能再做一个转型跟转机。你真看迄丛有啥病虫害无？
甲头前看，下骹看还差不多。差不多哦。系啊。要补的状况，这张算袂歹了，无啥物。这张嘛无补的呢。很多哈。也是哈，舍不得啦。他在那边当工程师，他呢薪水是很高，一个月有7万多。啊，你叫他回来的话，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些中断嘛。啊，然后我就干脆说，我华新山茶馆的网络就给我儿子做。他做1、2年的时候，这个也没有什么起色，因为最近我们没有品牌。你卖家有无？较薄啊，对吧？咱伊酱呀较白，给最多这个价呢，加最早的。是啊，小可人的哦。对啊。其实早期山茶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比较苦涩的口感，这是我们在推广或者是说在销售的时候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它的适口性比较不好这样子。针对这适口性的部分，那我在跟我爸，我们就是在研究说，把这个哪个部分缓解工序有问题，然后把它作为修正这样子。因为我父亲的好处是因为他制茶已经40年了，其实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或是跟他在沟通上，其实我爸他可以马上理解到，然后去修正这个问题点在哪里，这样子，这是我跟我爸在沟通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啊。我只要提出来，然后他也知道说，问题点在哪里，他就马上说，这是工序上的修正这样子。走遍台湾各个产茶区，刘师傅也到过福建、云南等地，去看别人怎么种茶，认识山茶特性，学习烘焙温度及时间掌控，还有茶精表现以及发酵程度的轻重，再将自己所学提供给父亲参考。这样的方法试了多年，才成功去除山茶的苦涩，呈现出山茶滋味的千变万化。这样吗？哎，可以了，可以了。你这水分较济嘛？哇，嘿，一般山地里咧发酵吼，多伫咧18点钟到24点钟，啊，这多伫咧18点钟尔。你这水也差不多，你也是等一半是月啊差咧吼，它的色度会很高。嘿嘿。这样 OK 啦，本来这是要发酵到24点钟，就是安尼18点钟就使。哦。山茶跟一般灌木种的茶叶制成不尽相同，边制茶边彼此交流，也传承经验。这属于父子2人的独处时间。快好了。为什么你可以知道快？因为它的声音不一样啊。你刚进去的时候，它的别别像是很复杂的声音，啊，快好的时候，它的声音就是这样，很扎实的声音。你会用破，代表一下，还是爱进蛋的，爱准备爱多年，哎。早期我在茶叶改良厂嘛，我们做的是做中部的包种茶，我69年回到六龟，这次到乌龙，我发现到六龟的乌龙跟中部的乌龙不一样，气候、温度跟土壤，最主要是南部这边的单宁很高，做茶会涩，会比较苦，所以就这方面的话，我下工下快3年，才把六龟茶做好。尤其这个山茶更不好搞，山茶的单宁还比灌木乌龙今天多3倍。刘文华的用心，就像是在回应这难得的一叶一芽，耐心与谨慎的态度，是对自然的恩赐最大的尊重。最主要，我山茶的香气，我是来自它果胶里面有一种多糖体，多糖体你可以靠烘焙萃取出来有甘蔗香、蜜香。山茶里面它原始有32种，其中在我们曲线做的话
就有好几种，我们把它破坏掉，破坏掉它会涩。所以这个工序就在88之后，我们有拿茶叶去检测嘛，然后我发现到原来山茶里面的元素那么多，然后就慢慢的摸索嘛，就是苦涩就 OK 了，已经搞定了。所以我们在大去年，我们就有参加米其林嘛，红茶去年就参加丹麦第12届青茶比赛，我们就得到金奖。除了散式茶叶外，山茶馆也将茶叶制作成茶饼，以方便保存。我之前在做那个干燥时的那个翻面，对，我要让它两面的那个日照的那个干燥度都差不多这样子。其实它因为它本身是乔木种，所以它茶里面的那个养分也比较多，然后茶元素也比较多，所以它本来它是比较适合存放的茶种。然后呢，做成茶饼的话，它存放的一个后发酵会比一般的散茶来得好，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把它做成茶饼最主要的因素。随着制茶技术的不断改进，山茶馆内目前用台湾山茶制成了6大茶种，各有不同的样貌。我们现在这3种的话，最左边这个是红茶，对，然后中间这个是白茶，然后右边这个是青茶，对，它是3个不同工序的茶种这样。红茶这支比较特别，这支是我们在2019有送到这个法国跟比利时参赛的一个茶种。那这支的特性是它很浓密的那个蜜甜香，那也带一点龙眼蜜的一个特色这样子，对。然后第2支这支白茶呢，白茶是6大工序里面的一个工序之一的，它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它只有这个萎凋跟干燥这2个步骤而已，但是它其实也是所有茶种里面养分最多的，对。那白茶的好处是人家说1年为茶，那3年为药，5年为宝的一个特色。那越纯的话，它的营养价值也越高。那青茶这一支的话是今年早春采收的，我们也是刚好今天来试试看，那早春采收的滋味是如何。那这支其实我们有做一个调整，就是说，把它做比较包种式的一个工序这样子。台湾茶文化兴盛，喝茶的人口多，但过去台湾山茶并不如其他茶种来得有名，也比较不被大众所认识。老实讲，我们是因为在国内的市场不好，所以我才开始参加一些国际上的茶展，然后我们在国际上认识了一些国外的客户，对，然后开始推销我们的茶叶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推广出去。其实我过来的反应其实是非常好的，我里面有些简讯，我们还有一些客人还就跟我说，师傅你不要在国内再推广茶叶。对，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怕以后他们买不到茶叶。从澳洲到欧洲，台湾山茶的品牌逐渐在海外被擦亮，像是来自日本冲绳的鉴茶师，就在台湾友人的陪伴下，特别远渡重洋来试茶。它品种是山茶，我把它做成包种茶。包种茶。細いですね。茶的叶子很细啊。对，很小。原来它是采刃芽。台湾のお茶が好きで、台湾のお茶があるところには出か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それで今回高尾にもお茶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たので、訪ねてきました。我变得想看看这棵茶树离这里远吗？諦めます。你说金鲜的是灌木，灌木也有淡淡那个凤梨香，也有淡淡的甘蔗香。最近台湾のガイドブックや台湾で発行されたガイドブックや、インターネットで調べて、6
ルーブイにお茶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発見しました。それで彼に会ってみたくなりましたし、お茶も飲んでみたくなりました。そして今日初めて飲みましたけど、非常に香りも豊かで甘いお茶の味に驚きました。これまで飲んだお茶にはなかった味だと思いました。对茶质的满意尽写在众人的脸上。虽然没办法到遥远的山区去看山茶树，但山茶馆附近刚好有几棵当初随着土石流被冲下来的山茶树。这边，这都巴浪的山，高了，这就是了。哎，它这个历史可能有50多年了。这边一棵是，那一棵也是。可能50年，就是200多嘛。200多。一场风灾意外地联系起两代的心，现在父子两人分工，一起为台湾山茶产业打拼，就像这几棵被冲下的山茶树般，相互扶持，逆境不倒。行转崖中，常常夜天晚上成员也多嘅山流林，讲出台湾特有山茶种。人讲种田嘅人脚带有皮，做山茶两年唔是落皮，但爬过1000公尺路从树头，树带就有山茶。山茶班你山前茶。强树采茶，寥寥嘅发酵唔是超强，但呢头政府配照调理生态茶嘅野心，野种野生系了山茶嘅命带，真正就系挨了条后生人嘅条路。我们现在看到是老龙溪，然后依靠的这个山脉的话是算中央山脉的尾端的。那我们最主要的茶区的话，就是在这个藤枝段、还有茂林段啊，还有尖山段这几个山脉为主。我们这个路程短的话40分钟，有些的话要花到4个小时。崎岖的山路、颠簸的路程，台湾山茶生长的区域，让勘察、种植、采收都充满了不确定的危险性。这也是台湾山茶隐士且迷人的地方。这边啊，如果只要下雨完之后，车就很难上了哦，它那个青苔很严重。一个产业要茁壮，单打独斗是不可行的。2016年，刘世甫和爸爸两人共同在六龟成立山茶生产专班。他们找到一群在当地不撒药、采自然野放的山茶农合作，而且还会不定期到他们的茶区拜访。其实这些茶农是我们这几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就是说，大家就知道说哪里有茶，然后我们就是一一的去拜访嘛，然后再来去寻找说是不是我们符合要的一个条件。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它纳入我们茶班里面做合作的一个对象，这样子。这啊，你刚要直直行，我卡到位，就用。这边呢，开始用海边我看。哦，不一点人用呢。这边是藤枝部落，然后这是我们茶班的一个谢大哥的茶园。这一区的话算有机茶园。那它最大的特色是说它海拔是1500公尺嘛，那再来它这边的地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撒药，那草也是人工除草的一个部分这样。山茶有一山一味的特色，不同的茶种、不同的土壤跟生态，有着不同的风貌。刘师傅成立山茶专班，其中的用意就是希望让消费者
可以体验台湾山茶不同的内涵。就谢大哥的信，我目前看就是都是天牛危害比较严重嘛。对，啊，小心哦。天牛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闪呐，就让它自己发现它会枯萎，就给它折断。对。然后再用比较细的把它戳死就对了，给它戳死也没有办法啦。原则上我们就不要用任何的药都给它用了。我们目前茶班里面有16个区域这样子，对，就是有16个茶农组合起来的，对，都是以有机跟野放的一个方式，相互合作，倾听解决农友们在种植面上遇到的问题外，刘师傅也协助农友做后端的行销推广。现在跟那个你这区就是上次有一个德国茶商来嘛，阿普嘛，你这区的茶区就是他在负责行销了，成品都是他这样行销了。我们每次茶叶过去，他都会给我很多回响这样子。他有跟我提到说，他有发现说这一区他的茶质有越来越好的一个迹象这样子。对，跟他说谢谢。对啊，其实我们每一季的这个生产状态都会拍照片嘛，跟录影过去给他嘛，然后1年他也来2次这样子。他说他也很感谢说你对这个茶园的付出这样子。国外的客户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1年会来台湾2次，然后他们在选定一个茶区的时候，有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个茶区的方圆的300公尺都是不能有任何的污染，包括土壤检测、生态检测，这个都是他们的重点。监督茶班农友的种植方式，也适时给予他们鼓励，增加他们的成就感，共同提升增加收入。这是刘师傅心中所期望的经营方向。最主要是因为山茶它跟一般的乌龙茶比较不一样，因为它的产量没有像乌龙茶这么多。那你一个茶农可能他一季采收有时候可能只有50斤到100斤左右而已。那其实我们是结合大家的一个力量，就是说结合产量这样子，再来就是平衡整个市场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茶班，然后把这个友善的农法跟野放农法推广出去。除草就等那个3月了嘛，我们就是采收前再来除了嘛。要采收春茶的时候再给它砍草，再来砍草。好啊，对啊。然后反正它现在有草的话，可以保持它那个水性啊，对啊，湿度会比较高一点，湿度会比较好一点。六龟山茶生产专班的成员多为退休后从农的农友，还有世居当地的原住民。对于刘师傅提倡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他们都相当支持。这个路不好走。对啊，这边的路目前的地形都是碎石坡的地形，所以比较难走一点的。这个树没矮化还是有差啦。对，如果没有矮化的话，它会一直往上跑。对啊。我在务农的这段期间，有时候看到师傅他们有上来去指导或教导我们，该怎么去种植这个高山茶。所以后来我想说，虽然有这个兴趣，可是一定要有相关的技术，所以才能够把我们台湾的那个高山茶把它带动起来。再加上师傅他也很用心努力的在教导我们。台湾的野生山茶抗病虫害虽然很强，可是你看它目前的叶子，它仍然还是有这种的倾向。对对对，你看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它？通常这个问题是它是好发在那个天蛾它幼虫的时候会寄生啊，它会吃但是它只有吃成叶啦。那原则上我们去观察，其实这个对整个茶树没有太大的影响。要比较担心的是会有天牛的危害。像今天如果天牛危害，它如果是整个那个分支主干，它就可能就会整个枯掉。可能我们在巡视茶园的时候要比较注意天牛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我们如果把山茶做好，也把一些外流的人能够吸引回来，来成立一个班，再请公部门协助，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的台湾高山茶一定可以打出这个名号出来的。88风灾虽然为六龟带来悲伤，但也给了留下来耕耘的人启示。他们学会了要尊重自然，彼此和谐相依存，才能永续长久。
山茶它最主要就是说它比较重视那个生态，因为它是原生种的嘛。然后我们刚才看的这一区的山茶，它很特别，它是属于比较阔叶林区的，然后它的地质是属于比较页岩石的。其实我们在寻找山茶有几个重点，就是说土壤，再来就是说它的坐向，再来就是说生态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我们挑选的一个重点。这样，如果放生给它像自然去生长去托高的话，来去看看它的那个茶的质量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看有没有符合我们要的那个采收的量，对不对？对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地区也在开始慢慢采取这种自然野生的方式往上生长，让它回归它最原始的生活。对，其实它最原始也是在树里面生活。其实我的标准就是3不原则，就是你不能给我撒药，你不能给我施肥，你不能给我矮化。不撒药就是不希望有农药残留，不希望有污染这个原则。然后不矮化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有发现说，如果你茶树过度矮化的话，你采摘的次数过多，其实对茶的一个内容物也是会影响很大。你可能会越采茶的滋味就越淡，这样子就没有那么多的丰富性。这样3不原则代表着刘师傅对台湾山茶的坚持，也就是这样的坚持，台湾的山茶产业终被国际肯定，让世界看见六龟。师傅先生他参加2019年的法国 AVPA 第2届国际茶叶大赛他分别荣获了银奖，还有这个美食特别奖，这值得庆贺。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华兴茶行的老板刘文华先生跟刘世甫先生上来共同来领取这个荣耀的奖项。好，谢谢，我们恭喜华兴茶行。我本身也是农业出身的，那在我推这个六龟山茶产地标章认证的过程，我有发觉到我们的茶农的2代青年返乡。我也鼓励他们一定要返乡，把我们的老一辈，我们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事业做一个不同的一个思考，不管是原生的山茶，或是人工栽种的以野放的方式，我说这个才可以跟市场上一般的惯行的茶厂有所区隔。在客闽原住民各族群相互融合的六龟，虽然位处偏乡，却有着相当丰富的观光资源。像是以温泉著名的不老温泉区，也有着跟刘师傅一样返乡打拼的年轻人。我是88风灾那一年，刚好父亲去救人收离世，然后我就回来临时接管这家温泉旅馆。那在当下其实还没真正有心理准备，然后工作上也还没衔接，回来是这边不老温泉区最低潮的时候，所以当接的时候其实很受挫，就是想要做，但是没有客人，然后也没有生意，然后路段又不好，出入又不方便，所以一度时间很想要放弃。不被风灾侵袭给打败，陈建南一步一步克服难关。没有温泉水，他重新寻找温泉源头；没有客人，他整修更新设备，开发客源。苦撑了3年，陈建南耗尽了积蓄，生意才慢慢回温。师傅哥，我有一个暑假大概35人的儿童团，然后他们想要来这边体验茶道。儿童的话，有什么可以建议给他们做茶道的内容？其实可以做那个红茶的揉脸还有就是茶道跟茶洗的那种泡茶的方式。同样是在风灾后返乡发展第2代，刘师傅跟陈建南有着共同的话题跟目标，也经常合作。住宿只是这些景点主要的附加价值，跟附加的来的重要的目的。所以他们其实有做得好，其实他们才是我们的领头羊，让他们的特色吸引游客进来，想要来这边喝茶，然后这个观光景点去走，对我们在地的旅宿业者真的很有帮助。所以隔天他是真的可以一组都带回去，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份茶叶带回去？每个人都有他前天自己做的茶叶。
对，然后就是隔天我们让他们自己包装嘛，然后在包装上的话呢，也可以让他们做彩绘，就是标签啊、画图啊。这样子的旅游性质是比较有一点点温度的，而不是单纯的只是买吃喝买完结束下一个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地的人文特色才是观光的最要发展的一个灵魂。在地的文化底蕴是丰富旅者自我探索的灵魂。爸爸为故乡奉献的精神也长存陈建南的心中。那当时他是担任义消，然后在救人的过程的时候，晚上的时间土石流来得太快，他来不及逃离，跟其他22位的居民一起被土石流带出去了。所以当下其实也找不到他的精神，其实留下来给我一种，虽然没有直接，但是间接影响，我觉得对社区、对整个地方的营造跟公益，我觉得我也会想要朝像他这样的精神。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才把六龟的龙井再找回来，这样子。对，这其实是我们可能这群年轻人回来最大的一个目的，这样。并肩走过一片荒芜，六龟新一个世代的青年们，各自用着自己的方式，迎向崭新的未来，让悲伤与黯淡留在过去。